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好開心能夠可以同領主嘅身體同埋主嘅血啊！我哋用翻我喺教會裏邊派聖餐嗰個嘅情況啦嚇。通常我係主領聖餐嘅時候咧，會讀一節嘅聖經。咁剛才聽到咧，我哋喺神面前認罪，領餅喝杯嘅時候，求神潔淨我哋嘅罪啊！所以有冇同工可以將詩篇32篇第5節打出嚟？我哋喺神面前認罪嘅時候咧，有3個步驟，然後神就應許咧，佢會赦免我哋嘅罪惡。所以透過詩篇32篇第5節嘅內容，我哋讀完之後，簡單解釋之後，透過餅同埋杯潔淨我哋呢個人啊，潔淨我哋裏邊嘅罪孽、罪惡、罪污、罪行、罪愆，一切嘅罪都能夠被主耶穌潔淨。潔淨之後32篇第5節啊，潔淨之後咧，我哋要做聖徒，唔係做豬，唔係做狗。做豬做狗咧，就話重新回到罪惡裏邊，一洗乾淨就去到泥裏邊去滾。狗咧嘔咗出嚟就再食。我哋係聖徒係咪？主耶穌嘅身體同埋血咧係潔淨我哋啦。所以喺詩篇32篇第5節啊，我哋讀一讀好唔好啊？如果睇到嘅，大聲啲讀一讀啊！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我簡單解釋下，當一個人犯罪，如果要認罪嗰陣時候咧通常咧都係基督徒懂得認罪嘅，非信徒咧死都唔肯認嘅。但係聖經教我哋點樣去認罪咯？大衛佢話：我向你陳明我的罪，即係話講得好清楚啊，係我犯罪啊，唔係話都係你啦咁嚇。所以譬如話，如果犯咗咩罪啊？舉個例子啦，譬如講大話嚇，講大話嚇，就話我向神咧陳明我講咗乜嘢大話，向邊個人講？大話嘅內容係乜嘢？咁啊講嘅係自己嘅問題嚇，陳明即係話好清楚嘅。你留意呢個動詞嚇，陳明後邊唔好隱瞞，跟住咧要承認呢啲係動詞。再進一步咧，呢個係我嘅罪嚇，係我的罪，唔係別人嘅罪。所有嘅罪咧都係自己犯嘅，無論你係主動、被動、有意、無意、直接、間接。到最後都係你自己去做嘅，你唔好話我被人慫恿、被人迷惑、被人鼓勵、被人強迫，但係最後都係當事人犯罪嘅，聽得明啦係咪？所以咧，我哋認罪嘅時候向神話：我向你陳明我的罪。第二，唔好隱瞞我的惡。因為詩篇33篇好清楚提到咧，神喺天上睇清楚我哋每一個嘅，佢唔單止睇到我哋每一個人嘅外邊嘅行為、所講嘅言語，佢更加監察我哋嘅內心，我哋嘅思想意念喺佢裏邊咧係一清二楚嘅。所以啊，唔好隱瞞我的惡。如果隱瞞嘅時候，你係自欺欺人嘅，你以為可以呃到神嗎？我哋可以呃到人，但係短時間啊，日後都會穿煲嘅。所以咧，唔好隱瞞我嘅惡啊，全部都係我嘅用啊。所以咧，喺神面前陳明之後，公開講到清楚係自己認罪。第三個層面，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所以譬如話講咗大話，你向邊個講？你嘅配偶、你嘅兒女、你嘅父母、你嘅同事同工等等嚇，就係話承認呢個係我所做嘅。我唔夠時間同你分享罪惡過犯、罪惡呢啲嘅細節嚇。所以咧，當我哋做咗呢3件事情嘅時候，陳明唔好隱瞞，跟住承認之後，你嘅罪、你嘅惡、你嘅過犯，
神應許乜嘢啊？最後一句大家讀咯你喎，你就赦免我的罪惡。3個步驟。如果我哋操練多幾次咧，我哋相信犯罪嘅機會降低好多。聽得明嗎？所以每次我哋領餅喝杯，聖靈感動我哋嘅內心，我哋嘅思想係咪合神心意？我哋嘅言語係咪討人喜悅？我哋嘅行為動作係咪榮神益人？神就知道嚇。所以我哋感謝神啦，透過呢個機會，藉著餅杯去紀念主。係咪大家都有餅杯啦？當主耶穌基督被賣嘅那一夜，佢拿起餅來向天祝謝之後，佢將餅擘開，佢話：呢個係我嘅身體，係為你們捨嘅。你們每逢吃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讓我哋存感恩嘅心去領受主嘅餅、主嘅身體。飯後，主耶穌繼續拿起杯來，向天祝謝之後，佢話：呢個杯係用我嘅血同你哋所立嘅新約。你們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讓我哋存感恩嘅心，一同嘅領受。低頭同心嘅去禱告嚇。創天造地嘅主，你嘅兒女百姓站立喺呢個寶座前，低頭敬拜讚美你。再一次藉着餅同埋杯，我哋知道你嘅身體為我哋而捨，你嘅寶血喺十字架上為我哋而流，死喺罪中嘅應該係我哋，落地獄受刑罰嘅應該係我哋。但係你嘅鞭傷，我哋得着醫治。主啊，我哋向你獻上感恩。當你嘅兒女百姓領個餅、喝個杯，我哋紀念你嘅時候，知道你可以赦免我哋嘅罪。我哋向你獻上感恩。你話過，我哋若認自己嘅罪，你係信實嘅，你係公義嘅，你一定會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我哋向你獻上感恩，求天父保守你嘅兒女百姓，讓我哋無論身在香港、身在世界各地，你個別嘅保守看顧，每日嘅喺我哋前邊引導我哋，喺我哋後邊保護我哋，喺我哋四圍左右、上下四方眷顧保守，不容那惡者有任何嘅攪擾攻擊，讓你嘅兒女們平安康泰，每日有能力去為你作工。我哋向你獻上感恩，你賜福我哋以下嘅時間，讓我哋呢個聚會能夠造就幫助你嘅子民百姓，讓我哋個人蒙福得恩之後，能夠成為好多人嘅祝福。我哋向你獻上敬拜，求天父垂聽我哋同心嘅呼求禱告，係奉靠你嘅獨生愛子，就係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Amen。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好開心喺主裏邊一同嘅同工、一同嘅配搭、一同嘅侍奉。咁咧就我先介紹咧嚇，我嘅師母、我嘅賢內助，請你起身啦。咁咧就佢咧提早退休，同我一同嘅配搭侍奉。以前啊單打獨鬥，而家出雙入對。咁啊感謝神啦嚇。佢係我嘅原配嚟㗎嚇。
哋結咗婚差唔多39年。感謝神啊！所以咧有機會喺度同大家分享咧，後邊有啲書咧神感動我，咁咧就我嘅負擔啦係報道啦、講道啦、教導啦，然後而家咧有語文再導，神感動我咧過去咧差唔多出咗30本書，有十多款嘅福音單張，所以後邊咧係送俾大家，免費送俾大家。但係如果你話有感動咧，可以自由奉獻，因為當我開始語文再導嘅時候咧，教會同埋我個人全部冇經費嘅。但係神感動我去做嘅時候，神會供應咯。所以咧好奇妙地過去一段嘅時間，呢啲嘅書籍咧，我盼望能夠可以裝備造就弟兄姊妹。而每一本書咧，最基本嘅情況就係話，我係根據聖經嘅真理去分析每一個嘅課題。然後神又感動我喺自己教會每日嘅早禱會我哋教會一個禮拜7日嘅早禱會，咁禮拜一到禮拜六上午10點到11點半，禮拜日咧就係下晝2點到3點半啦，日日都有祈禱會，夠唔夠咧？絕對唔夠因為咧神話我嘅殿要稱為萬民禱告嘅殿啦，所以盼望咧禱告非常重要，我哋希望造就弟兄姊妹成為禱告嘅勇士今日咧同大家分享我其中一本新書咧，會好快會出版咁咧就用翻呢個題目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聖經講到禱告嘅情況。正如頭先Joyce 會講到聽完之後要實踐要操練所以咧就話禱告你所相信嘅，相信你所禱告嘅，一齊講講好唔好禱告你所相信嘅，相信你所禱告。好多人禱告咧，噏完就算嘅，有冇咁嘅習慣？每一句説話諗清楚先講，好清楚咧，神係天上聽緊我哋所講嘅每一句説話所以咧，禱告我哋所相信，相信我哋所禱告，神點樣去成就幫助？我哋先提咗個禱告好唔好啊？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愛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感動我哋心靈深處嘅聖靈，三位一體嘅真神，你嘅兒女百姓低頭敬拜讚美你。當我哋嚟到呢個聚會嘅時候，我哋透過詩歌、透過敬拜、透過分享，能夠彼此幫助、互相嘅造就。我哋向你獻上敬拜。當我哋用你嘅話語去教導、去裝備、去建立你嘅子民百姓嘅時候，求主賜下真理嘅靈進入我哋嘅內心。當你嘅話語要進入嘅時候，我哋懇求親愛嘅主耶穌，首先從你嘅十字架上嘅寶血潔淨塗抹我哋一切裏外嘅過犯、罪污、隱惡，唔好讓任何嘅罪惡影響信息嘅傳講，影響你真理進入我哋嘅內心，從我哋裏面驅趕一切驕傲、剛硬、疑惑、不信嘅惡靈，從你而嚟嘅賜下謙卑、受教、柔和嘅心靈，讓真理進入到我哋內心，可以更新改變我哋嘅靈魂體，讓我哋能夠成為新造嘅人，讓我哋進到人群、進到社區，能夠成為好多人嘅祝福，嚟恩待看顧我哋香港嘅教會、紐約嘅教會、以色列當中嘅教會、萬邦列國嘅教會，興起我哋能夠成為明亮嘅金燈台。你嘅兒女百姓被裝備成為耶穌基督嘅精兵，操練成為禱告嘅勇士。我哋向你獻上感恩，為着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向你獻上禱告祝福，讓我哋能夠可以被你全然嘅得着，把握每一日嘅時間，全然嘅擺上喺永恆當中所作嘅一切，能夠被你紀念。感謝讚美主，我哋將榮耀頌讚歸翻俾你。
求你垂聽我哋同心嘅交託禱告，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Amen。喺美國華盛頓 D.C. 咧有一個機構咧係向嗰啲嘅政客傳福音㗎嚇。咁嗰個當事人咧就叫做 Douglas 啦，簡單叫做德啦嚇。呢位嘅德弟兄咧，咁咧就喺華盛頓 D.C. 即係我哋嘅即係總統嘅地方啦嚇。咁咧就喺報道嘅過程裏邊接觸咗另外一個嘅弟兄，佢叫阿 Bob，就係 Robert 啦，阿 Bob 啊。咁咧就呢位嘅弟兄咧唔係政客嚟㗎，佢只不過係一個嘅普通嘅保險從業員啦。咁咧就當呢一個嘅保險從業員嘅弟兄信咗主，阿德呢位嘅負責人，機構嘅負責人就去幫助佢栽培佢，能夠咧每個禮拜有一次咧同佢分享啊、建立啊喺聖經真理裏邊咧幫佢成長。咁有一次咧，當阿 Bob 呢位初信者讀聖經讀到約翰福音14章14節，好簡單嘅啫喎。嗰句説話講乜嘢啊？主耶穌話：你們若奉我嘅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再講多次啦，約翰福音14章14節，你們若奉我嘅名啊，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喎。嗱，呢位初信者又阿 Bob 弟兄睇完之後，覺得好詫異啊。於是咧喺栽培佢嗰日咧，問到阿德嘅時候，佢打開聖經問呢一位嘅主即係負責人，係咪咁真實㗎？係咪真㗎？呢句説話係咪可以出現喺我嘅身體、我嘅生命當中㗎？咁阿德就話：聖經每一句説話都係真實嘅。聖經總共有幾多句説話？31,173。我睇啲咁多得。31,173字啦，唔多唔少，千祈唔好加多，更加唔好減少嚇，唔多㗎嚇，每一句都係真實。好啦，咁咧就呢個嘅機構嘅負責人點樣幫助阿 Bob 咧？佢話：嗱，你可以嘗試一下，花6個月嘅時間，為到一件嘅事情祈禱。你睇下喺呢段時間裏邊啊，神點樣為你成就啊？咁咧就呢位初信者阿 Bob 就話：哇，咁奇妙啊！我都希望願意去實踐。咁仲有喎，阿德同佢講話：嗱，如果6個月裏邊咧冇任何事情出現啦，我會俾500蚊你。但係如果6個月裏邊有啲事情出現啦，你就俾翻500蚊我呢個。聽得明嗎？咁於是咧就阿 Bob 就話：好，我都希望能夠可以咧嚇，即係俾你挑戰一下。於是佢哋決定啦嚇。咁咧就阿德就問佢：你有啲咩事情禱告啊？咁佢話：我為非洲祈禱。非洲祈禱點樣祈禱啊？咁非洲有54個國家喎。喺10多年前啦，師妹同我一家5口有15個弟兄姊妹。我哋曾經去過非洲嘅肯亞去傳福音唔係嗰個嘅烏干達Uganda 因為我去大家講啊。咁咧就喺呢一個嘅地方，即係再問佢哋為到非洲祈禱，你可唔可以係即係着重一啲為到咩事祈禱？邊個國家祈禱啊？咁佢哋再諗一諗，為到 Kenya 即係肯亞啦嚇，為個肯亞祈禱。咁啊，德就問佢：你去過肯亞啊？我冇啊。你識得肯亞嘅人冇啊？咁啊，點解為肯亞祈禱啊？冇啊，我就諗起呢個名字。好啦，咁咧就話：好，你嘗試為呢個地方祈禱。於是一路祈禱，為到肯亞呢個地方祈禱。過咗一段短嘅時間，冇乜事情出現。直到有一個晚上，呢位阿 Bob 咧喺一間嘅餐館食飯嘅時候，佢聽到隔離台有6、7個人一齊坐喺度食飯傾偈。咁咧就一路輪流傾偈喎嚇，關於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咁咧就一路講，講到其中一個嘅女士啊，
佢話分享自己嘅時候，我來自 Kenya，came from Kenya。一聽肯亞，於是佢耳仔猛上直咗出嚟聽下肯亞咩事啊咁。原來呢位女士佢話：我喺肯亞嘅時候咧，係負責全國最大嘅孤兒院啊！喺呢個孤兒院裏邊咧，我就係負責嗰啲嘅事工，點樣幫助好多好需要嘅細路仔。然後佢一路聽嘅時候咧，佢都覺得啦，我一定要認識呢位嘅朋友，於是好冒昧嘅咁站起身咧，就走埋人哋張台度喎嚇。咁咧就阿小姐嚇，你喺嚟自肯亞㗎咁？佢話係啊，咁咧就呢個女士覺得好詫異啦。我哋傾緊偈，你走埋嚟嚇，咁你問我話你有朋友喺肯亞㗎？我冇啊。你去過肯亞？未試過啊嚇。咁咧就點解你對肯亞咁有興趣啊？咁佢就話：我曾經同朋友打賭過學禱告嘅功課6個月，咁咧就而家企喺度一段時間，終於聽到呢個名字，所以我特別咧就走埋同你傾偈。雖然好似500蚊咧就話飛走㗎啦嚇，但係咧我都希望能夠多啲了解。嗱，於是呢位女士咧就進一步同佢講嘅噃嚇，佢話：你有冇興趣嚟肯亞睇下我嘅孤兒院啊？哇！一聽到之後咧，梗係哈利路亞啦，巴不得馬上飛過去啦嚇。咁咧就安排手續之後咧，有機會飛過去肯亞參觀呢一個嘅全肯亞最大嘅孤兒院。當佢去到嘅時候睇到好大嘅需要。嗱，你知道非洲係非常非常落後。10幾年前我哋去到嘅時候，去到烏干達嘅時候咧，俾我一個好震撼嗰個嘅情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帶咗10幾20袋好大袋嘅衣服諗住哇咁多衣服咁去到咧可以幫助好多人。但係當你一去到學校派衣服嘅時候，哇！啲人湧埋嚟好，我哋所帶去嗰啲10幾20袋嘅嗰啲嘅大包嘅衣服咧，好似海中有一滴水。冇辦法供應好啦，翻嚟講呢一位嘅朋友，當佢去到睇到肯亞個孤兒院嗰啲嘅情況嘅時候，睇完之後咧，佢一直翻美國之後瞓唔着覺。點解瞓唔着覺？佢話咁大嘅需要，我能夠做啲乜嘢咧？於是佢又繼續祈禱。祈禱嗰陣時候咧，就話你可以幫助呢一個孤兒院，睇下裏邊有啲乜嘢嘅醫療設備各方面嘅需要啊！於是咧，聖靈又引導佢就同喺 D.C. 嘅地方咧打電話俾好多嘅醫療器材公司因為佢知道咧，如果嗰啲嘅公司嗰啲醫療器材賣唔到咧，唔會等好耐，就成為廢物，就會等晒㗎啦。於是佢打咗好多間，最後咧有2-3間回應，能夠可以將一啲嘅好實際嘅醫療工具送去肯亞。咁咧佢就籌募到超過100幾萬嘅美金嘅醫療器材，送到去肯亞呢一個嘅孤兒院。當收到呢啲嘅醫療器材之後，呢一個女士打電話俾佢，佢話：阿伯，你有冇興趣咧過嚟我哋有一個嘅慶祝會。過去我哋咁耐都冇試過收咁多嘅禮物嘅咁你就過嚟啦咁。佢話當然好啦，於是再飛去肯亞。喺呢個慶祝會嘅一開頭，原來肯亞嘅總統都出席咗呢個聚會。哇！咁出席呢個聚會嘅時候咧，故事仲未結束咁咧就總統覺得好詫異，點解有個白人願意去為到我哋呢一個嘅孤兒院籌募咗100幾萬嘅醫療器具啦？於是咧完咗之後咧，佢話：你可唔可以坐我嘅座駕，我帶你去遊下我哋嘅肯亞當然好啦咁咧就喺遊覽嘅過程嘅時候咧，阿 Bob 咧就見到一座好大嘅建築物，就隨口問一問總統：Mr. President 咁呢一座嘅大樓做咩㗎？咁咧就總統只係講一句：呢個係監獄嚟嘅。佢話監獄。我哋捉啲咩嘅犯人㗎？佢話捉啲政治犯。
咁啊，波子係回應句，佢應該放晒啲政治犯啦嚇。咁啊，繼續遊覽聽人嚇。咁咧就肯亞嘅首都就係內羅比，即係總統嗰個嘅官邸就喺內羅比嚇。咁一路行完之後咧，就參觀一下，咁就翻嚟到美國。故事仲未結束，當翻嚟美國一段短嘅時間之後，美國嘅白宮國務院就打電話俾佢，請問係咪阿爸爸？佢話係啊。佢話你係咪曾經去過肯亞？佢話係啊。你有冇做過啲乜嘢啊？冇啊。佢冇。佢話咩事啊？咁佢話我哋美國議會嗰度曾經多次同肯亞政府接觸聯絡，希望能夠可以放到嗰啲嘅政治犯出嚟。而家啲政治犯可以走翻出嚟喎，我哋美國好多嘅功夫做咗好多嘅事情都放唔到嚇。哇！你可以將嗰啲嘅政治犯放出嚟喎，咁咧就總統咧，美國總統咧就多謝佢啦，係嘛？故事仲未完咯。咁跟住咧，冇幾耐，肯亞嘅總統又打電話俾阿爸，佢話 Mr. Bob， 我而家總統咧需要競選連任啊，你可唔可以飛過嚟同我花3日嘅時間幫助我點樣選內閣？咁啊，Bob當然話哈利路亞啦，於是就飛到去肯亞幫總統去選唔同嘅人成為佢嘅內閣。嗱，我同你分享呢個嘅故事，一個初信嘅弟兄睇到約翰福音第14章第14節，你們無論向我求什麼，我必成就。然後我同你分享裏邊嘅內容啊，喺聖經裏邊關於禱告好豐富啊，浩瀚如海啊，所以短短嘅時間，我同你睇裏邊有啲乜嘢嘅禱告嘅情況啊，然後你學完之後可以實際應用。請問幫我係咪打個 PowerPoint 出嚟啊？我就直接引用一啲嘅內容，因為時間關係咧，有啲嘅經文我只能讀過嚇。希望咧，我可以放喺後邊一小段，教導我哋點樣常常禱告，凡事禱告。我盼望最後嘅時候咧係最重要㗎。聖經教我哋為到在上掌權嘅第一我勸你第一。保羅咧，你睇到有第一冇第二嘅係嘛？你揾到第一冇第二嘅嚇，即係樣樣都係第一啊！所以咧，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呢4樣嘅事情，全部都係唔一樣嘅祈禱嚟㗎。咁細節咧就冇時間去解釋啦嚇。咁所以咧，佢話英文我寫埋落嚟嚇，無論係 petition、prayers、intercession 或者係 thanksgiving 等等呢啲嘅內容，都係禱告嘅重點。想唔解釋又唔得嚇，咁講少少嚇。懇求，我哋睇到就係話為特別某一定嘅事情，你話俾神聽。譬如，神我冇錢啊，可唔可以求你供應我嘅需要咧？神啊，我嘅朋友生病，你可唔可以醫治佢咧？為到某一樣特別嘅事情就喺神面前代求禱告。下一章呢啲解説嘅時候禱告咧就可以有4個層面嘅，我哋叫 ACTS， 大家應該聽過㗎啦即係話有敬拜、認罪、感恩、代求Adoration、Confession、Thanksgiving 同埋 Supplication 呢4個層面咧就話係禱告嘅內容嚟嘅。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咧，呢個 PowerPoint 咧係版權主有，聽唔聽好版權主有即係話你可以隨時咧問阿 Joyce 咧係發俾大家嘅所以呢個內容就係話禱告4種基本嘅情況形式。好啦，再進一步唔夠時間講啦，再進一步下一章禱告嘅方式係點啊？舉手禱告係咪啊？相信大家試過啦，有冇試過啊？有啦，係咪？如果未試過咧，要試下舉手禱告，原來背後有啲咩嘅屬靈嘅真理啦？
出埃及記9章33節啦，佢話摩西嚟了法老出城啊，向耶和華舉手禱告，雷和包咧就止住嚇喺個雷和磅啊，咁咧就雨也不再澆在地上了。嗱，舉手禱告，你睇到嗰個嘅情況。再進一步，下一章，夜間每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喊，在主面前傾心如水。呢啲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你要為他們嘅性命向主舉手禱告。我哋睇到啊，為到國家，為到有需要嘅百姓人民，無論大人小孩、年長年幼，舉手禱告啊！向誠心向天上嘅神舉手禱告。再下一章，舉手禱告向天啊，係伸開雙手向神呼求啊！當你睇所羅門嘅時候啊，聖殿建好嘅時候，一國之君，全國嘅領袖，佢做乜嘢咧？佢跪喺會眾面前，雙手禱告啊！佢話所羅門曾做一個銅壇，長5肘，寬5肘，高3肘，一肘係1尺半啦。你計計嗰個，不過你哋唔係用尺嘅喎嚇，我哋用尺啦，我唔知道幾多厘米、幾多公尺嗰啲啦嚇。好啦，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當作以色列嘅會眾跪下向天舉手。聖殿建好啦嚇，咁咧就舉手為百姓祝福。好，再睇下一章啊。舉手禱告帶嚟得勝嘅例子，出埃及記裏面提到，一齊讀一讀好唔好啊？於是約書亞照着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勸會都上了山頂。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會以扶着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呢段內容你唔會陌生嚇。摩西喺山上舉手禱告，山下嘅約書亞就打贏亞瑪力人。我講多句嚇，亞瑪力係代表我哋嘅血氣啊！你必須要打贏，你嘅血氣贏過你嘅時候，佢會拉你去地獄。你必須要勝過你嘅血氣私慾啊！血氣私慾有啲乜嘢啦？加拉太書5章19、20、21節裏邊啊，情慾嘅事係顯而易見嘅，就如奸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醉酒、荒宴，仲有兇殺等類啊！保羅話：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嘅人必不能承受神嘅國。如果你記到頭先我講咗17種罪惡，我喺教會裏邊咧17種罪惡用咗17個禮拜嘅主日崇拜，每一堂解釋一個罪惡。你可以上翻我教會嘅網站聽加拉太書嚇。嗱，弟兄姊妹，亞瑪力人係預表我哋裏邊嘅私慾邪情。如果你打唔贏咧，呢啲嘅罪惡就會將我哋拉落地獄。你必須要打勝，而且要常時要打勝，所以唔容易噶。摩西喺山上舉手，山下嘅約書亞就打贏，但係攰啊嘛，係咪啊？你舉下手都要咁樣噶啦嚇，我都要著落嚟啦嚇。咁咧就亞倫戶珥喺兩邊托住，直到山下嘅約書亞打勝仗為止。學呢個例證啦，下一步嚇，跪下禱告。相信大家都試過啦，係咪？跪喺神面前禱告，我舉3個實例嚇。所羅門在耶和華嘅壇前，頭先提及嚇。所羅門在耶和華嘅壇前屈膝跪着，向天舉手，在耶和華面前禱告祈求，以不就起來。唔多解釋啦嚇，下一章。然後你睇到保羅嚇，保羅啊，去到唔同嘅宣教地區一段時間嘅時候，要離別會眾，離開弟兄姊妹嚇。保羅説完了這話，就跪下同眾人禱告，喺碼頭當中嘅公開嘅，喺外邊嘅嚇。咁咧就眾人痛哭，抱住保羅嘅頸項和他親嘴。
過了這幾天，我們就起身前行，在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送我們到城外，我們都跪在岸上禱告，彼此辭別。弟兄姊妹，我到而家都未曾見過有基督徒公開喺外邊地方跪下禱告，你有冇見過啊？見過啊！感謝神啊！我未見過啊！喺我哋美國啊！但係我常常見到伊斯蘭教嘅人 block 咗成個馬路，跪喺路上禱告，拜假神就好當真神咁樣去敬拜。我哋基督徒幾時係公開封咗一條路，讓我哋基督徒可以跪落嚟敬拜神，去讚美主嘅？有冇試過啊？有，感謝神啦嚇！民運嘅時候啊！嗱，弟兄姊妹，異端異教佢哋可以咁做，我哋真正信仰咧就唔係幾多嚇，希望日後多啲啦。跪下禱告啊，下一章啊！以斯拉帶領百姓回歸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喺為到聖殿啊，為以色列人雙膝跪下禱告啊！所以睇到嚇以斯拉記咯喎嚇，一齊讀一讀。獻晚祭的時候，我起來，心中受苦，穿着撕裂的衣服，雙膝跪下，向耶和華我的神舉手，說：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為我們的罪孽滅頂，我們的罪惡滔天。你會睇到以斯拉代替以色列人喺神面前去認罪悔改。我哋呢個功課咧唔容易㗎嚇，即係話以斯拉係咪犯呢啲罪啊？我哋相信冇㗎嚇，但係佢祈禱就話，讓到佢作為一個祭司背負呢個國家嗰啲叛逆嘅子民百姓喺神面前點樣呼求，點樣去求神赦免，雙膝跪下，再進一步禁食祈禱，睇清楚嚇。你唔會陌生啦，應該係咪？做唔做一下？有冇人試過禁食禱告啊？如果你有呢一個禁食禱告嘅功課，開始咗唔好停，聽唔聽得明？唔好停，繼續去增加，增加咗唔好減少。我講呢啲嘅真理咧，所有屬靈嘅功課唔係做一次兩次嘅，而係一生一世嘅。記住啊！如果你冇試過十一奉獻，你開始咗，唔係做一次兩次，一年半載，聽唔聽得明啊？你一路做落去，反過嚟處理罪惡都係。你處理罪惡係咪一天兩天或者一個月兩個月啊？唔係噶，而係你每日都要處理噶。譬如話，你以前唔知道講大話係會落地獄，知道之後你就係咪今日唔講，聽日講翻？係咪停咗一個禮拜，下個禮拜講翻？所以壞嘅事咧，你停咗就以後都要；好嘅咧，開始咗就唔好停，而且一路加增落去，聽得明嗎？禁食祈禱，好遺憾地，我喺美國侍奉由85年到而家，我喺教牧同工會裏邊同教牧同工去分享嘅時候，有唔少嘅教牧同工同我分享。佢話：我侍奉一世都未試過禁食，好遺憾啊！亦都試過就話有一個退休嘅教牧同我講，我做副主席嗰陣時候鼓勵佢，我哋教牧同工可以跪喺神面前祈禱。佢話：吳牧師唔好搞呢啲嘢，唔好搞呢啲嘢。然後就話：我侍奉咗咁多年都冇試過跪喺度祈禱。我聽到之後真係無言啦嚇！弟兄姊妹，禁食禱告，以斯拉點講？所以我們禁食祈求我們的神，他就應允了我們。如果用你嘅聖經喺旁邊寫低《約翰福音》14章14節啦，主耶穌話：你們奉我嘅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啊！再下一章，尼希米嘅例證嚇，喺尼希米記1章4到5節一齊讀啊！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嗱，呢度係禁食祈禱，好寶貴嚇。今日唔能夠講啦，你可以係但以理式嘅，你可以係以斯帖式嘅嚇，種種唔同嘅。你可以1日，可以3日，可以7日，可以40日嚇。好啦，再下一章嚇。皇后以斯帖佢點樣祈禱咧？嗱，呢個係當佢面對嘅滅族嘅危險嘅時候，咁你願唔願意3日不吃不喝去禱告，還是係面對仇敵去滅族咧？嗱，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話：我不如選擇3日3夜禁食祈禱。嗱，諗咯喎，睇裏邊點樣描寫。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為我禁食3晝3夜，不喝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啦，睇得明嗎？唔係就係叫人哋去為佢祈禱喎，禁食祈禱喎。佢話我和我嘅宮女都3日3夜禁食禱告，不吃不喝。嗱，我講咗一句啊，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要勝過亞瑪力人，即係話勝過我哋裏邊嘅私慾邪情，如果你唔操練禁食咧，你都幾難勝得過。而家我哋就係憂慮咧，每日食乜嘢，咁多種款式係嘛？特別翻到香港咧，真係食嘅嘢咧比美國好好多嘅。我哋喺美國咧係食飽嘅啫嚇，但係香港咧係 enjoy 㗎嚇，係享受㗎嚇，唔一樣。好啦，不吃不喝，原來喺屬靈領域裏邊可以控制我哋嘅私慾嘅。操練呢個功課，再進一步。女先知亞拿嘅例證啊，喺新約裏邊出現呢位 Anna， 有冇知名叫 Anna 㗎嚇？Anna 睇睇佢做乜嘢咯喎嚇？又有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年紀已經老邁。留意後邊喎，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現在已經幾多歲啊？84歲。我哋有個人版喺度啦嚇，陳姊妹啊，佢又話亦咧寡居咗84年啊。咁我唔同你分析啦嚇，寡居84年。咁如果而家幾多歲啊嚇？咁啊當佢而家84歲先啦嚇，你諗下啦嚇。然後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侍奉神。有機會慢慢去咀嚼一下呢位姊妹，晝夜侍奉、禁食祈禱。如果你話我點能夠咁做啊？咁第日如果神問你點解唔可以咁做啊？亞拿出嚟，咁跟住佢就定咗我哋嘅罪啦。有人做到，而你話做唔到，我哋嘅問題咯。記得呢個真理嘛？做住一度，使徒時代，他們常常禁食祈禱，然後為咗神嘅工作啊去做決定啊！一齊讀咯喎！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號召我他們所做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再讀埋下邊啦。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行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嘅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3次提到禁食禱告，禁食禱告，禁食禱告。弟兄姊妹，請你個人、教會、你嘅事工，做任何嘅決定，禁食祈禱咯。再下一章，向神呼求，聽聽大衛嘅見證喎嚇。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
向我的神呼求，他從聖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神呼求，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呢個係向神呼求啊，即係話大聲禱告啊。嗱，禱告有好多種唔同聲音嘅啊，咁就大聲有細聲，當你病到冇聲，咁啊冇得出聲啊，咁你係心中默禱，好多種唔同嘅情況。但係話向神呼求嘅時候，大衛經歷話神喺聖殿裏邊啊，聽到我哋嘅聲音，入咗佢嘅營中。我簡單講講，當人禱告嘅時候，有啲禱告根本通過唔到二重天，就係呢個嘅空間就化為烏有，去唔到神嘅面前。點解咧？因為當事人犯罪，一個罪人嘅禱告咧都幾難升到上天上。喺啟示裏面提到，聖徒嘅禱告香升上去係咪啊？咁大風啲啊，要向點啊？散晒啦。所以如果一個罪人禱告咧係嘛，神聽唔聽咧？個答案係 yes 同埋 no。咁有冇回答啊？冇回答咗啦。即係話神嘅憐憫啊，咁咧就可憐我哋啦，咁有機會聽嘅。但係如果我哋唔處理罪惡咧，我哋嘅生命唔會成長嘅嚇。我唔知有幾多時間嚇。我哋時間。你仲可以講9個字。嗱，呢個係呼求啊，所以求神先潔淨我哋呢個人，讓我哋禱告叫做毫無難阻，直達神嘅施恩寶座前。你聽過啦嚇，有3重天係咪？保羅喺哥林多後書裏面提及3重天嘅經歷嚇。第一重天係我哋眼所見嘅啊，或者我哋飛機坐到飛機又4萬尺嘅高空啦嚇，高唔高啊？4萬尺高唔高啊？唔係好高嘅喎，都係足6米嘅啫喎嚇，6米嘅左右嚇。咁咧就另外有2重天，2重天就係雲層之上啦。咁咧魔鬼係控制緊2重天以下呢個世界。3重天咧就係神嘅居所。原來當我哋禱告嘅時候，眾聖徒嘅禱告香達到神嘅施恩寶座前，大衛就向神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下一章，一啲奇妙禱告嘅真人真事真實個案嚇，唔係我作嘅，係聖經裏面所提及嘅。同你睇睇好冇啊？好簡單去睇一睇。舊約先知啊，以利亞讓西頓啊撒勒法嘅寡婦兒子從死裏復活。嗱，弟兄姊妹留意，聖經提及啊死人復活啊，舊約新約總共最少有8個嚇，咁啊就係講1、2個啦。佢話以利亞3次伏在孩子嘅身上，求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使這孩子嘅靈魂迎入他的身體。耶和華應允以利亞的話，孩子的靈魂迎入他的身體，他就活了。以利亞將孩子從樓上抱下來，進屋子交給他母親說：看啦，你嘅兒子活了。同你分享一下，咩叫死亡啊？死亡原來我哋嘅靈魂離開呢個軀殼，呢個肉體。但係我哋基督徒咧對死亡咧，我哋唔係死亡。聖經話係睡了啊，所以喺帖撒羅尼迦前書第4章啊，論到睡了的人，記得嗎？唔係論到死了的人啊，所以唔好驚死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機會聽翻我所講啊，保羅話：如果能夠有機會見翻神咧，我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係點樣啊？好得無比喎，係咪好得無比啊？唔係幾多講嘅喎，幾多人嘅？死亡係咪好得無比啊？你有神先至係啫噃，冇神啊，你離開世界就慘得無比啊嚇！啊，弟兄姊妹留意，如果你真正明白死亡嘅意義喺主裏面嚇，
你就好開心地面對死亡。但係因為咧未死之前要做好多嘢嚇，所以唔好死住嚇。呢個保羅所講嘅嚇，細細去了解一下啦，遲啲有機會再同你講何謂好得無比嘅。而死亡係靈魂離開呢個肉體，一離開進入永恆嘅時候，你就馬上知道永恆即係永恆啦，冇晒時間㗎啦。即係話你個光景，如果喺地獄，你會知道永遠喺地獄。如果你真信耶穌喺天堂永恆嘅情況，就話永遠係喜樂平安、歡喜高興，神嘅恩典慈愛永遠與我哋同在。好難解釋啦，但係希望你能夠透過聖經知道下人有靈魂。而我哋睇到透過以利亞俾我哋知道，以利亞都可以叫死人復活，何況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咧？聽得明嗎？所以啊，我哋睇到主耶穌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最後一句講乜嘢啊？你信這話嗎？再睇下章啊！舊約嘅先知以利沙，就係以利亞嘅徒弟嚇。我好中意以利沙嘅嚇，因為佢其中一個禱告咧，我學習緊嘅。當以利亞問佢哋咩所求啊咁，佢話：求神嘅靈啊，加喺你嘅身上，雙倍嘅加喺我嘅身上啦咁。我學以利沙點祈禱？我話神啊，求你嘅靈啊，臨到以利沙嘅靈啊！多倍嘅臨到我啦，試下咁祈禱啦，聽得明嗎？如果神可以話聽以利沙所做嘅事情比以利亞 double 嘅，所以啊，神係應允咗以利沙，所以呢度提到嚇，以利沙亦都可以叫孩子死而復活。然後我哋睇到先睇呢個嘅例證先啦。以利沙來到進了屋子，看見孩子死了，放在自己嘅床上，他就關上門，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裡面。他便祈禱耶和華，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對口，眼對眼，手對手。你諗下嗰個情況嚇，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嘅身體就漸漸溫和了。然後他下來在屋裡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個噴嚏嚇，就話睜開眼睛啊！乞嗤，醒過嚟啦，7次。以利沙仲有一次叫死人復活係咩情況啊？佢死咗之後喺佢嘅墓地啊嚇，抌個骸骨落去，一抌就彈起嚟喎嚇。咁有時間就多同你分享啦，睇下真有冇睇落去。弟兄姊妹，我哋睇到以利沙嘅侍奉啊，蒙神喜悅啊，雙倍嘅靈賜俾佢，就為神作多倍嘅工作。我哋為神作多倍嘅工作啦。彼得啦，新約使徒彼得通過禱告叫多加從死裏復活，讀一讀咯嚇。彼得叫他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對着死人說：大彼得起來！他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坐起來。彼得伸手扶他起來，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活地交給他們。所以整本聖經最少有10次提及死人復活。頭先我話8次咧係有人，好清楚嘅嚇。其他2次咧就唔知幾多人，但係復活咗嘅嚇。好啦，再睇禱告可以讓日月停止，若有1日之久。如果你有聽到我喺我教會講主日學嘅系列係約書亞記嚇，喺我哋教會咧，我每一次嘅講道、主日學、團契、
所有嘅聚會都係有系統嘅，按章、按卷、按節、按句、按字咧係分析神嘅話語。所以當我講到以賽亞書，講到約書亞記，講到希伯來書，講到以前整本嘅聖經嘅即係嗰個情況，啟示錄我花咗5年多以上，啟示錄只有404節，每次我講1-2節嚇。你可以上翻我哋教會網站一系列嘅啟示錄一路講落去，而睇到喺日月停止呢個過程裏邊，約書亞點樣做咧？讀一讀咯噃。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約書亞就禱告耶和華，在以色列人眼前說：日頭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亞雅倫谷。好啦，呢啲嘅細節內容咧，請你翻我教會嘅網站去聽。喺歷史裏邊話俾你知道咧，曾經喺耶魯大學嘅教授啊，去研究天文嘅時候咧，發覺真係唔見咗一日嘅喺人類歷史裏邊。然後從聖經裏邊就查考到嗰一日喺邊度唔見咗嚇。我時間講你聽翻下一章嚇。如果神話願意聽啊，我哋話日月停止係要成就神嘅工作，去毀滅仇敵，係咪好奇妙啊？所以盼望我哋喺禱告裏面多操練啦。原來啊，當一個信徒禱告嘅功課有可能停滯不前嘅，背後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罪惡影響到一個人、一個信徒禱告嚇。弟兄姊妹，我講多少少嚇。如果我哋過去曾經拜過偶像，無論係你自己或者你嘅父母先祖，記住啊，我相信99.9%唔信神嘅人都陷喺拜偶像嘅情況裏邊。所以評估下你嘅禱告。如果你話唔能夠恆常禱告嘅時候唔知講乜，冇辦法集中精神啊，唔係偶然而係常常啊，你去檢討下你過去你嘅人生。父母先祖追討3-4代以上啦，所以聖經講到10誡喺出埃及記第20章裏邊講第2誡嚇，即係話拜偶像咧，神會追討佢嘅罪啊，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你數4代咯，你嘅父母、你嘅祖父母、你嘅曾祖父母、你嘅高祖父母，而你嘅高祖父母影響緊你。咁你嗰啲其他嘅祖父母咧，一路影響緊下邊嗰幾代，聽唔聽得明啊？一路影響落去。如果冇耶穌基督咧，我哋嘅靈命生命唔會有機會改變。一代，每代更慘。所以如果神俾到我哋有禱告嘅權柄，處理咗背後嘅罪惡，哇！約書亞咁樣做喎，以利亞可以叫唔落雨3年零6個月喎，然後雅各書話以利亞同我哋一樣性情嘅人喎，係咪啊？睇落去就係好大嘅安慰啦，係咪啊？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禱告，好好操練啊！再下一章。於是咧，日頭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這事豈不寫在亞撒爾書上嗎？日頭在天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1日之久。呢啲細節咧喺我嘅講道，喺我嘅分享裏邊提過嚇。1日之久即係23小時嘅40分鐘，仲有10分鐘喺邊度啊？就係希西家王啊，叫個日晷咧，本來向前進嘅，退後咗，記得嘛？合併起來就冇咗1日啦。呢啲嘅 documents 呢啲嘅文獻咧喺網上都會揾到㗎。弟兄姊妹聽清楚，你睇到呢啲資料咧，就係話透過現今嘅科學或者天文學啊，引照聖經嘅時候，都睇到呢啲真實性啊。然後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嘅禱告，沒有像這日嘅，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人爭戰。今日我哋都要爭戰。如果你聽過我禮拜5晚上嗰個分享，爭戰係不停嘅，爭戰係從天上打到地上，從亞當打到去人類結束喺20章嘅啟示錄第10節。
撒旦被抌落硫磺火湖之後，你就唔需要爭戰。爭戰係從裏邊打到外邊。你個人裏邊頭先講過，同亞瑪力人即係自己嘅以利斯用打到外邊啊，外邊仇敵會攻擊我哋，叫你生病，叫你死亡。魔鬼可以咁樣做，但係我哋屬神嘅人咧，神又會加倍保護我哋。講唔晒咁多啊，所以禱告嘅功課我哋去應用學習，再進一步。請撳一撳啊！希西家點樣禱告耶和華？求神拯救佢脫離亞述王嘅攻擊，神就差遣一個使者，記住啊，一個使者將亞述大軍185000人殲滅。我讀呢個聖經內容好冇？當夜耶和華嘅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嗱，如果我哋睇中文咧，你唔知道使者有幾多個係咪？英文就好清楚 ，an angel 一個我就諗下喎，一個使者點樣殺咧？攞把刀一個、兩個、3個係咪一路咁吉185000次咧？真係會手軟啊！相信用好奇妙嘅方法一個使者可以將185000人嘅仇敵殲滅。弟兄姊妹，你去打嘅時候打得幾多個咧？呢邊300可以打贏135000，唔使佢去打嘅。呢300個咧唔係用刀用槍上陣，用火把與瓶子，300個就去打贏135000。弟兄姊妹，我哋信嘅神好奇妙，而將呢一個禱告嘅權柄交咗俾我哋，讓我哋去操練呢個功課。好，再進一步，禱告嘅態度禱告嘅態度係乜嘢？竭力祈求保羅請求弟兄姊妹為他竭力禱告呢個 strive 呢個字就係拼盡老命嘅意思所以咧，當我同弟兄姊妹分享聖經教我哋要努力進窄門，係咪啊？咩叫努力咧？中文咧你好難去理解。你嘅努力同我嘅努力同其他人嘅努力嗰個定義喺邊度咧？何謂努力咧？譬如話有人瞓覺瞓到12點鐘先起床，然後我要努力11點45分，有冇努力㗎？有。但係呢啲努力係咪努力啊？係，但係嗰個嘅次序或者係層次有幾多？咩叫努力啊？睇清楚原來個意思就係話拼盡老命，搏盡全力。睇下嗰個圖獵狗同兔仔，睇唔睇到如果睇唔到，起身睇一睇下。呢個嘅獵狗同兔仔嘅努力，邊個努力多啲啦？兔仔。你點知啊？獵狗有冇努力啊？有。你留意咯獵狗努力咧，捉唔到佢呢隻兔仔咧，佢唔會死。捉另外一隻係咪？但係佢都會盡力嘅。但係如果兔仔佢唔努力咧，結果就係命喪黃泉啦。明嗎？呢個係生死攸關所以如果有機會你再睇聖經講到努力呢個字，好好讀清楚主耶穌話：我哋要努力進窄門。如果唔努力嘅話咧，入唔到去嘅。所以而家保羅就話：為到我祈禱睇睇呢句説話先弟兄們，我藉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着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竭力努力留意保羅講乜嘢一同竭力為乜嘢？為我祈求神。因為保羅係幾自私嘅噃為我祈求神。保羅點解咁樣要求？因為佢已經有竭力為眾聖徒祈禱啦嘛。保羅知道佢作為神嘅僕人，面對撒旦嘅攻擊係多倍、雙倍、多倍、好多倍，所以佢知道
要求羅馬教會啊嘅弟兄姊妹為佢竭力嘅禱告啊！嗱，所以我哋睇到呢個竭力嘅禱告真係付上代價嘅。再進一步啊，我喺結束嘅時候咧，會同你分享我頭先提過點樣凡事禱告未到㗎你仲睇睇啦好，我想解釋竭力禱告嘅重點竭力另一個意思咧就係 laboring 即係話熱切嘅勞苦。laboring 姊妹們，當你分娩生產嘅時候，英文叫 labor 弟兄們 labor 你做工做得汗流滿。所以呢個字咧就話，無論係分娩或者係真係辛苦努力真係 labor 真係好辛苦啦，係咪啊？聽得明啦？原來禱告就係話咁樣去禱告喎。然後我哋睇到就話哥羅西書4章12節啦，有你那裏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嘅以巴弗問你們安，一齊嗰度他在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地祈求，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佢話常為你們竭力嘅去祈求，為到某一件事情叫祈求我哋睇到神嘅僕人為百姓，為到神嘅子民咁樣竭力，咁弟兄姊妹願唔願意為到神嘅僕人子女，又係竭力去禱告兩邊噶嘛，係咪啊？喺主裏邊係彼此噶嘛，所以當我哋咁樣學習嘅時候咧，神嘅國度先至能夠有機會更有效嘅去發展嘅。再睇咯噃 C 嗰度A、B、C 再撳一撳撳到呢度啦，我解釋一下啦。竭力禱告嘅實例喺屬靈爭戰裏邊，透過以弗所書6章18節。當我研究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哇！俾我嘅提醒係非常寶貴。裏邊講乜嘢啦？中文嘅意思就話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斷，為眾聖徒祈求。當我查考唔同嘅翻譯本，特別查到呢個 ASV 即係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呢一個版本嘅時候，我發覺原來有4個嘅 all ALL 即係全部、所有咁嘅意思啦，係咪？哇！原來中文咧冇辦法翻譯到全部所有，係最後嗰個眾聖徒，即係全部聖徒你諗諗，如果我哋按照呢一個嘅內容去祈禱嘅時候咧，你要花幾多時間？唔瞓9條唔係但係學習呢個功課我簡單解釋喎。佢話靠着聖靈咧，嗰度講就話所有你嘅所有嘅禱告同埋代求所有嘅禱告代求都係靠着聖靈隨時咧，即係話所有嘅時間 all seasons 隨時係所有嘅時間，無論春夏秋冬晝夜晚上啦，係咪所有嘅時間，再進一步警醒不斷警醒不斷就話佢話 in all perseverance 呢個提到就話你係不斷地警醒，所有嘅能力保持呢個禱告嘅現狀，不停嘅係喺神面前呼求。咁跟住咧，最後一個 all 嘅意思就係話為到眾聖徒祈禱，細細咀嚼下呢4方面所以當我哋咁樣祈禱嘅時候咧，原來神喺天上垂聽，會成就我哋所禱告嘅。好啦，睇下後邊如何不住嘅禱告？點樣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裏邊俾我哋睇到3個神嘅旨意如果你話你唔知咩叫神嘅旨意，你好好背咗呢3節嘅經文好簡單啫嘛，係咪第一要喜樂，第二不住嘅禱告，第三凡事謝恩。點解？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面向我哋所定的旨意，3件事情都係神嘅旨意我簡單解釋一下呢一個嘅不住的禱告咁前面喜樂謝恩嗰度咧冇成日解釋啦
當有一日我禱告靈修嘅時候，神感動我嘅心，點樣啊？凡事又謝因呢個不住嘅禱告啊！睇睇後邊咯噃，再撳一撳嚇。如何凡事要感謝父神呢？每一件事情啊，凡事即係話所有事情。所以咧，當嗰日早上我安靜喺神面前，凡事啊都要感謝父神。你諗清楚喎嚇！你遇到失業、失戀、失職、失責、失錢、失咩都好啦，你會唔會開心㗎？梗係唔開心啦，係咪啊？冇人失戀嗰時候包小兜大聲嘅啫，係咪？嗱，所以你會睇到啊，喺乜嘢情況之下都要感謝，都要祈禱嚇。佢話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又感謝父神。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嚇。如果你話面對逆境、面對挑戰、面對困難、面對咁多嘅坎坷，你點樣感謝咧？如果你明白咗其中嘅原因咧，你就會不住嘅禱告，凡事謝啦。睇睇後邊，凡事要感謝父神，第一個原因嚇。睇清楚凡事嗰兩個字嚇。然後咧，主耶穌喺馬太福音19章26節，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乜嘢啊？凡事都能啊！我專登用紅色字代表出嚟，凡事都能。前邊我取翻前邊嗰章嚇，喺取翻前邊嗰章要我哋凡事要奉耶穌基督嘅名感謝父神。點解啊？因為神係凡事都能嘅。你嘅問題佢能唔能夠解決啊？能夠解決得，凡事都能噶嘛，係咪？所以凡事都能，你咪凡事就感謝啦。啊，唔單止呢個情況喎，你再睇翻後邊嗰章啦嚇。除咗話喺神裏邊凡事都能，你話我神梗係凡事都能啦。好啦，放低啲再睇睇啦，好唔好？嗱，下一章你睇睇第二個原因，凡事要感謝父神。第二個原因係乜嘢咧？到馬可福音耶穌教我哋咯，佢話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乜嘢啊？凡事都能喎。唔知今天早上邊個人聽我講道啊？今天早上啊 ，OK， 幾個啦嚇。我哋睇到就話，你若能信，呢個信係咩信啊？唔係頭腦嘅信，唔係暫時嘅信，唔係死嘅冇行為嘅信，記得嗎？呢個係真正口裏承認、心裏相信五個特色啊！擁抱聖經、捉緊聖經、順讀聖經、跟從聖經同埋實踐聖經嚇。所以在信嘅人凡事都能，本來係神凡事都能。降低啲嘅時候咧，原來喺信嘅人凡事都能。不過我哋係咪真信？我哋係咪相信我哋所禱告我哋所相信咧？再進一步，你冇經歷過神聽祈禱，講唔晒啦嚇。我同邊個人結婚，神話俾我聽㗎。而家睇到呢位啦。我哋三個兒女都係神聽祈禱，神賜俾我哋。我哋有兒女雙胞胎係我哋祈禱翻嚟，同埋佢哋6個名字嚇。我哋喺美國咧有 first name 有 middle name 啊，last name 唔使祈禱嘅嚇，即係姓又唔使祈禱嘅嘛。所以咧6個名字都係我禱告讀經嘅時候，神話俾我聽。或者有機會聽翻我哋見證啊，師傅同我係因應之先嘅見證，或者師傅俾晒佢哋啦，你哋知啦係嘛？先有冇聽過？感謝神啦，聽下啦。佢話在信嘅人凡事都能，咁啊第二個原因嘅喎。好啦，我睇第三個原因嚇。凡事要感謝父神，第三個原因一齊講到。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喎，係咪啊？喺信嘅人凡事都能，我哋嘅父神係喺佢裏邊
冇難成嘅事，凡事都能。一路提落去嘅時候，你係咪要凡事要感謝啊？但係問題咧，你可能淨係停喺神嗰度。當然啦，你係神係無所不能，但似乎對我好似冇乜直接影響。但係當你嘅屬靈生命一路成長嘅時候，原來你話在信嘅人凡事都能，然後你就話一路經歷佢嘅時候咧，你嘅生命唔一樣，弟兄姊妹。嗱，所以你睇落去，那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以利沙、以利亞、保羅、但以理、以西結，你數落去聖經嗰啲嘅侍奉神嘅僕人們，佢哋經歷過神，佢哋嘅生命就不再一樣。而呢啲嘅經歷係不斷嘅累積，生命就不斷嘅更新，一路往上啊，呢個叫往高處行啊！再進一步，當你明白咗以上三個原因啊，你就會凡事禱告，凡事感謝父神。嗱，腓立比書咯噃，第4章6到7節，你唔會陌生啦嚇，希望係啦嚇。應當一無掛慮，你有冇掛慮？好多啊！你掛慮啲乜嘢啊？我上場同弟兄姊妹講，將你所有嘅掛慮化作禱告。你冇錢，祈禱啦；冇老婆，祈禱啦。種種嘅情況啊，將你嘅掛慮轉化成為禱告啊！佢話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嗱，弟兄姊妹，所有嘅事啊，所有嘅事，包括高山、低谷，遇到喜樂，遇到挑戰，你話俾神聽啦。神啊，點解我喺低谷啊？神啊，我喺高山啊，又唔忘記禱告啦，咁開心係咪啊？聽清楚喎。今日係26號係咪啊？箴言26章第2節，麻雀往來，燕子翻飛，這樣無故嘅咒詛也必不臨到。換句話講，當你遇到低谷、挑戰、困難、咒詛，唔會冇原因啦。禱告啦！你禱告嘅時候，神就將你面對呢啲咒詛、呢啲嘅困難問題話俾你聽啦。然後你得着神嘅啟示幫助，你嘅生命就唔一樣。弟兄姊妹，頭先我提到啊，麻雀往來，燕子翻飛，你出去睇嗰時啲雀仔飛嚟飛去，佢哋係咪冇嘢做㗎？係咪啊？係咪冇嘢做㗎？絕對唔係啊！不過佢做嘢，你唔知佢做乜啫。你喺外邊睇到彌敦道啲人行嚟行去，啲車行嚟行去，係咪冇嘢做行嚟行去啊？個個都有嘢做㗎嘛，係咪啊？聽唔聽得明啊？所以無故嘅咒詛必不會臨到，臨到就後邊一定有原因。有原因你就問下，我點解會面對咧？我舉個例證啊，喺若干年前喺我哋美國《世界日報》嘅頭條嘅第一版好大張啊，報告兩個消息。第一個消息就係話，一日裏邊出現咗100多個嘅龍捲風。一日裏邊喺我哋美國中部出現100多個嘅龍捲風啊！一日裏邊啊，然後另外咧就係講到啊，美國嘅特種部隊喺阿根廷啊嫖妓一個特種部隊被捉，就2個新聞。咁你如果睇落去嗰陣時候咧，好似冇乜特別，冇乜相干。但係我同你簡單分析一下。當時嘅標推同啊，佢之前你知道任何總統離開美國去到外國嘅時候，美國嘅特種部隊一定咧先俾總統去到喺佢哋落架嘅嗰個嘅酒店當中，先係全部睇清楚，肯定安唔安全啊？
20多個嘅特種部隊先去到酒店安排晒一切，然後總統先至嚟到呢個酒店下榻。好啦，做完之後20幾個美國嘅特種部隊去嫖妓，然後有一個嫖咗妓之後唔俾錢，20多美元啊，唔俾錢，結果呢個妓女就告到去警察局，然後東窗事發。美國嘅特種部隊喺國外嫖妓唔俾錢，上咗報紙嘅圖。另外同一日嘅時間，我哋美國中部一日裏邊100多個龍捲風，睇落去好似以為冇乜特別，但喺屬靈領域裏邊，呢個係全部好真實神憤怒啊嗰個表現。你知唔知道龍捲風代表乜嘢？經文就係神嘅手指啊！神嘅手指嚇，所以啊，人喺地上犯罪，特別係在上掌權嘅，一個人犯罪咧，百姓就遭殃，聽得明嗎？總統做得唔好，全個國家都遭殃。大衛數民啊，記得嗎？大衛數民犯罪3日裏邊死咗7萬人，記得咯。好好為到在上掌權嘅禱告，所以。麻雀往來燕子翻飛，這樣無故嘅咒詛也必不臨到。所以日常發生嘅事情，你必須要回到去屬靈領域裏邊查考嗰個原因。我哋感謝神啊！唯有我哋基督徒先有呢個機會，有呢個真理，知道眼所見唔到物質世界嘅以外嘅屬靈領域。好好讀聖經。好好禱告，好好知道每日發生喺我哋生命當中嘅事情。你順利嘅時候感恩，唔順利嘅時候禱告。然後當你經歷嘅時候咧，凡事啊禱告，凡事感謝，係咪啊？弟兄姊妹，再睇落去咯。聖經裏邊講到禱告有236節，唔能夠一一盡錄啦。裏邊提到啊。神嘅殿要稱為萬民禱告嘅殿，呢句聖經喺我哋每一個禮拜嘅程序表列出嚟嘅。所以咧一齊讀一讀好唔好啊？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你有機會翻去睇翻，當所羅門建殿建好嘅時候，所羅門王喺殿裏邊所講嘅內容，有任何嘅問題喺神嘅殿裏邊祈禱，天上嘅神會聽下。眾民認罪嘅禱告能力遠比一個人單打獨鬥更強，但係眾人嘅禱告係透過一個人喺神面前嘅操練，然後好多嘅百姓齊集聚集喺神嘅殿中。去禱告，我一同就起立啊！後邊嗰啲，我哋一同嘅起立，弟兄姊妹聽完可以去應用，舉手禱告、跪下禱告、呼求禱告、禁食禱告，種種嘅禱告，我哋又唔能夠經歷到神喺我哋生命當中所行嘅奇事。聽完之後就交俾你咯，實踐就係由你去經歷咯。經歷咗之後，你嘅生命被改變，但係希望你係真正先信耶穌，聽得明？真正信耶穌啊！唔好以為自己信耶穌，唔好覺得自己信耶穌，也許你信耶穌，你肯定你信耶穌得救。我哋低頭，我哋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你嘅兒女百姓站立喺你寶座前，我哋低頭敬拜我哋嘅主，我哋嘅救主，我哋嘅救贖主，我哋嘅創造主，你更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哈利路亞！我哋感謝讚美你。當我哋承認你係主，你係救主，你係救贖主，你係創造主，你更係萬主之主嘅時候，讓我哋嘅生命、我哋嘅三觀能夠不斷嘅改變，改變我哋嘅人生觀，改變我哋嘅價值觀，改變我哋嘅世界觀，從聖經嘅真理去睇我哋每一件嘅事情。我哋感謝讚美你，
甚願你賜福今日弟兄姊妹所聽嘅信息，透過禱告你所相信，相信你所禱告嘅呢個主題，讓我哋實踐操練呢個功課，每一日喺你面前好好嘅禱告，經歷你係又真又活嘅神。我哋向你獻上敬拜，天父啊，求你喺我哋當中興起禱告勇士，喺你嘅地域當中興起禱告嘅殿，讓你嘅子民百姓被裝備栽培，成為耶穌基督嘅精兵。我哋感謝讚美你，讓我哋聽完之後能夠實踐應用，實踐應用之後能夠成為自己嘅祝福，亦都能夠成為千萬人嘅祝福。感謝讚美你，求你垂聽我哋嘅交託禱告，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Amen。